懶你順風拍支郵輪慶 Lucas 生日啦！何日熱辣辣，早排玩完水，前日又出動上郵輪同 Lucas 慶祝6歲生日，叫佢合照就有求必應，冇受順風戀影響咩？之前傳你帶埋仔仔去溫哥華，係阻止霆鋒見啲仔噶噃。但尋日有報道話，佢想阿仔過返正常生活，先計劃去坐移民監幫仔仔入籍咋，仲話霆鋒都支持柏芝嘅決定添。咁唔知柏芝又支唔支持霆鋒嘅新戲呢？近日聽聞林超賢想撮合順風拍愛情片，仲有人開鋪招募演員，話9月就開拍我們啊！吓，林超賢話佢唔係呢套戲嘅導演喎。不過 Manny 話霆鋒係專業嘅演員，唔會抗拒同周迅合作嘅。檸檬燒啲特飲得唔得㗎？梗係得啦，好味，Slim 到。Lancaster Slim Lemon，萬寧同埋。